有教授无？你来开始啦，好无哈？哦，好，好啊，梁光兄，甲咱所有线顶的友志哈，大家平安，大家好哈。啊，画算熬早，画算熬暗，画算在准备食昼啊。大家好哈，因为咱即个线顶的友志呢，来自全世界各地的友志拢有哈，有台湾，有北美洲，也有欧洲哈，各地的这友志哈。啊，咱今仔日呢，拄好由咱台湾罗马字协会来负责。咱今仔日要讲的主题呢，拄好甲咱即几年来，咱台湾罗马协会、台湾笔会个咱即个法基台语基金会等等，即个本土社团拢有咧推动，就甲二八有关系啦，大省呢，咱今仔我要讲的就是这个228台语歌诗的文化节，甲伊的相关的这个故事，还有这个311台湾教师节，要纪念这个228的受害者林茂生教授，还有这个314台湾诗人节，要来纪念这个王玉林诗人。检察官，所以咱今仔的主题呢，拄好甲这个228嘛拄好，特别到咱等下呢，我会留较侪时间，互咱线顶的友志，大家当来做讨论，意见交换，心得的分享安尼大省呢，咱就来讲这个，咱伫台南呢，为10几年前已经。办10几届，这个228台语歌诗的文化节，这个办这个台语歌诗的文化节的目的是啥呢？咱当然目前呢，这个228呢，已经定做这个国定的放假的日子，国定的假日纪念日，但是呢，咱是感觉讲这个228这个活动。这个纪念日呢，当然甲定做国定的纪念日，真有意义，嘛有需要。毋过呢，袂使拢敢靠这个国定的假日安尼尔，若无呢，即摆咱来看真侪即个少年囡仔呢，伊对这228伊的心内想讲，迄倒敢若一个放假好佚佗来耍伊拢敢想着遮尔若是安尼时阵，就失去咱甲定做国定假日的一个意义啦，其实呢，咱这228除了甲定做国定假日之外，上好是安怎呢？咱会变做民俗活动的一部分啦。民俗活动，这呢是安怎讲呢？这个概念呢，咱是参考越南啦，咱知影这个越南呢。会使讲，咱的周边的国家内底，伫亚洲内底呢，对抗中国上有经验的国家之一啦。伊2000几年来，想尽办法，就是咧抵抗中国的政治的这个实民，或者是文化的这个压迫，2、3千年来，伊真成功，会当抵抗着中国的这个侵略。所以呢，伊会当维持着因即卖国家的政治、甲文化、语言顶头的即个独立因其中是安怎会当抵抗中国？上主要就是因的民族意识真强，这民族意识因是安怎形成？安怎去甲吹杀？其中有一个真重要，就是甲遮个民族英雄互民俗化。会变做民俗的一部分。民俗化意思是啥呢？譬如讲，咱这个会去，譬如讲过年，有的人像阮兜呢，过年嘛拢去探墓厝呢，去祖先的这个墓前遐个探墓厝，遐个陪墓，一寡民俗活动，这种呢，敢到政府甲你规定，拢毋免啊。
民间的自然家家户户，逐个人自然就会去探墓厝，去陪墓，去甲祖先甲拜拜，类似即种的活动。越南非常济呢，你若看以前只要是遐对抗中国，不管伊是成功还是失败，因拢会甲起做庙事，过来拢会甲变做民俗化的活动之一，用因的做期迄一天，或者用因生日迄一天来变做民俗化的活动，互民众无形中自然而然就甲这英雄甲记起来。譬如讲，越南上早的即个起来抗议对抗中国的，是一对姊妹啊，越南话叫海霸庄，争chấp争议两个姊妹啊，因朝2000几年前呢，带领越南人起来抵抗中国的即个暴政的失民，虽然到尾因是失败，毋过呢，越南四界拢会甲因起庙，四界逐个城市拢一定有一条路的名叫做义定夫人路，海霸庄，来纪念因两个姊妹啊。过来，因的生日、因的做期的日子，拢会有一寡民俗活动，类似即种的真济啦，过来你像讲其他的即个民族英雄，你像讲即个陈昏道。这个较愈厉害，这是赢，就是讲，这个越南内底呢，古哪届战争中国甲越南古早战争内底拍赢中国的呢，像这陈兴道，伊是拍赢蒙古，带领越南人起来抵抗蒙古的侵略。3届呢，蒙古迄当时有3届要拍越南，结果拢拄着，因这英雄陈兴道，因这带头起来，结果拢拍输，偏啊蒙会走。所以你啊看，蒙古帝国呢，因以前创造人类有史以来上大的帝国。毋过呢，伊来甲越南煞拢踢着铁板。像即种呢，陈兴道的庙事佫愈大间，佫比义定夫人的佫较大。伊的路嘛佫较大，伊的民俗活动嘛佫较济，真济啦。所以呢，像这民俗化，这是真重要的一个过程，真重要，互民众自然而然就会记得这个代志。所以咱228嘛同款呢，爱互民俗化，毋若讲是国定的一个假日尔，爱互民俗化。所以呢，咱10几年前办这个228台语歌诗文化节的源头。想法原始的想法嘛是要互这个228呢，互伊自然而然变做台湾的民俗活动，互伊变做台湾的陪墓节啦。有的人呢，你讲4月初5，这啥物民族的陪墓节，民族扫墓节，认真讲呢，4月初5迄是中国国民党来。伊硬甲你刷迄个时间呢，甲定伫遐呢，伊的头一步呢，伊先说要互即个台湾人呢去纪念蒋介石呢，所以才调工甲4月初5用做所有的民族的扫墓节，认真讲呢，咱台湾的陪墓节，那过去传统啦，是3月啦，3月初啦，过来即摆我建议讲应该甲即民族的陪墓节呢，甲刷来228遮，刷来228会变做民族的一个陪墓节，所以咱办这个228台语歌诗文化节嘛有这个意涵，咱办这个活动呢，内底咱念一寡台语的歌诗，为啥咱要念台语歌，无爱华语的？因为欺负咱的、压迫咱的、殖民统治咱的，是来自中国讲北京话这个政权的，所以咱无爱用殖民者凶手伊的语言，咱要用咱家己台湾人的母语来念这个歌诗，来慰问、来感谢这个为台湾牺牲的台湾魂啦，所以咱伫这个文化节内底呢，
咱拢会念台语歌，唱台湾歌，即个来纪念这228消失去的这台湾魂，上落尾呢，咱搁会食这个鱿鱼糜啦，食这个鱿鱼糜，为什么咱来伫活动尾啊时阵呢，会食这个鱿鱼糜呢？这嘛是有故事啦，你啊看，中国人因拢会编做，这个端午节、肉粽节纪念屈原，着食肉粽，其实这嘛拢是编出来编出来故事但是呢，咱228食鱿鱼糜，这是真实的故事，感动人的故事。这源头是为1947年3月，就是发生228了呢。咱台北这个律师公会的会长呢，李瑞汉，这个律师呢，甲几个朋友啦，伫台北的厝里呢，伫遐哪食鱿鱼糜，哪讨论讲接下要安怎来这个处理228的这件代志，要安怎替这的受害者来讨一个公道，所以就哪食鱿鱼糜，安怎伫遐探讨这个代志。煞无疑误呢，迄当时刷单国民党呢，派要白去甲因遮拢掠走，甲李瑞汉甲几个因遮的政治的这友志呢，拢甲因掠走。掠走了呢，当然拢无转来咱合理的推算就是已经互因杀死就互因这个敢若袂输变成集团咱讲诈骗集团共款就甲这个人非法共杀死。到今呢，这个中国国民党嘛拢无公布呢，是安怎杀人杀伫倒个拢无公布，嘛拢无回实的呢。所以后来呢，因厝的人呢，便到因这个李瑞汉红掠迄一天呢，因就拢会食鱿鱼糜来咧纪念，来咧悼念，希望讲会当有奇迹出现，伊的厝里的人会当平安个倒转来。当然，这个梦是无可能实现的啦，是无可能实现的，因为都已经杀死咧。所以这个食鱿鱼糜这个故事呢，这是真实的，毋是编造的这个故事呢，嘛真感动人。后来呢，这个故事传去到北美，以前呢，我伫美国读册的时阵迄当时咱真侪台湾同乡嘛是办这个228的活动、纪念活动，纪念煞嘛是拢会食这个鱿鱼糜来象征讲咱台湾人来团结追求正义，追求公义来替这228消失去的这台湾魂来讨一个公道所以呢，迄当时活动煞拢会食这个鱿鱼糜这个故事我感觉这嘛真感动所以后来呢，咱10几年前呢，咱发起踮台南嘛办这个228台语歌诗文化节活动煞咱嘛是食这个鱿鱼糜伊个故事由来是安尼啦咱今年呢，今年的这个台南的这个228台语歌诗文化节呢，咱预定3月初7拜六3月初7拜六下晡2点28分进行通常拢差不多2点外钟的时间啦3月初7拜六下晡2点28这呢欢迎咱全国甚至全世界的这个友志呢大家自由自发，这就亲像讲咱要去探望厝要去甲咱的祖先甲伊拜拜念香还是讲去甲伊做一个祈祷咱就自由家己来这嘛毋免事先报名直接来咱今年呢这个地点是伫这个台南市唐德宗的纪念公园迄个咱以往呢是拢伫台南市政府边仔的这个228纪念碑啦伊今年拄好这个台南市的这个228纪念公园遐伫时间所以无方便所以咱就换来
伫汤德宗的纪念公园，这住伫即个国立台湾文学馆的正头前，去圆环啊，较早叫做民生绿园啦，民生绿园啦，即摆改名叫做汤德宗纪念公园，所以这是咱即个228台语歌诗，今年要踮汤德宗纪念馆遮来办理，这呢我先咱来看者这是以往一寡活动的相片啦，这互大家做参考一下以往拢是伫即个228纪念公园遐因为较阔空间较阔咱遮看到这呢，这位这就是李瑞涵的后生李瑞涵的后生但可惜前几年已经过身去伊过身进前嘛捌来参与过，个这是伊的查某孙这个查某孙这是前几年咱看下前几年活动这个咱进前呢，咱嘛有设计一个228的碗公啦这咱进前设计但是这已经绝版啦这个228的碗公呢这个 idea 是我提出来甲咱这个台湾书法台湾意象书法的大师陈世贤先生呢来合作由伊来写，伊写这个毛笔字这个228公字呢，这是一个碗公伫碗公的下面呢有写228公字，而且咱就是用台语白话字来写，无爱用汉字啦。因为你用汉字落你到底是要念北京话，还是要念台语所以咱条件就是爱用白话字，你就是爱念台语这个咱甲228公字放伫碗公的下底呢，这是要创啥这是有意涵啦表示讲呢，咱即款牛丸糜咱得甲食完，代表象征讲咱台湾人爱团结做伙团结拍拼，甲这牛丸糜甲食完呢，咱才会当看到228伊的公义的实现啦咱来看进前为蔡总统任内，这个推动这个转型正义但真无彩，推动一半做半套尔做一半无全部做嘛因为单做一半尔，所以咱即摆会当看到伫国会内底遐尼喊呱呱因遮的中国党呢会当提出者出卖台湾的法案，拢也免经过讨论，伊2硬要甲你表决通过。这乱象，就是因为咱过去转型正义做无好势啦，真正就是做无好势，毋只互这蒋介石因遮的人，因遮的好啊呢，会伫遐耀武扬威即个碗公呢，所以即个碗公呢，你来看这边呢，为边看，佫用落摆写台湾，这台湾的写法呢，佫看起来敢亲像玉山，有咱台湾的山的形，佫来伊即个碗公的碗钱呢，白白白白这生啥呢？大家想看觅呢？咱若咧食糜的时阵呢，糜有当时即个底粒较济呢，还要抓出来碗公外口就爱白白泡啦，所以这泡呢，就亲像迄个咱咧食暗糜咧食糜共款安尼所以这是咱前几年咱有设计这个228的碗公但是这已经绝版啦已经无无呢，我今年呢，我有特别呢这个为越南另外定做这用椰子树来做的这个碗公甲碗孙啦碗公甲碗孙，碗公较大个碗孙就一般碗呢用椰子树用椰子茶来做的共款内底有刻228的公字啦这象征这几年咱台湾交流真成功越南人嘛支持咱爱追求公平正义所以咱今年呢，我嘛有做是这个用这个茶壳椰子茶咧做的228的这个碗公甲碗孙啦这咱到时
现场啊，伫即活动的现场，咱嘛有义卖，通去作为即个活动的即个经费的来源吼。啊，过来，接下呢，我先来穿插念一首台语诗啦吼。啊，这是前几年呢，办即个200台语歌诗向拄好一个灵感我所写的一首台语诗啦我先念一个，甲大家来分享一下吼。这首诗叫做因伫倒位，因伫倒位？1947-228消失的台湾头人，伫外来统治下，无真相，无原乡，干焦剩一碗等待亲人的鳶鱼糜。迄碗鳶鱼糜有满钱的笑脸，嘛有正义和勇气的滋味，见证时代的哀悲。因伫倒位？转型正义要得憔悴，迄颗贼头要得做神，伊的好要得笑着摇摆。若无真心认罪，免想要和解共生。因伫倒位？因伫咱的心肝内，因是咱春天的百合这是我所写的这首诗呢，10几年前所写的到今我念起嘛，还阁真感慨啦你也看，咱这转型正义，就是因为拢甲做半套。今仔日才有遮尔济遮汉呱呱出卖台湾的遮中国立委，伫遐乱啦你也看包含即个蒋介石呢，即个贼头呢，伊嘛还阁伫遐做神呢，还阁有中正纪念堂伫甲祭拜呢伊的好伊身躯边迄当时古早伫遐化工爱反共爱杀猪拔毛的遮个人呢，结果即摆拢亲共呢，拢咧抱中国共产党的 LP 呢，还阁伫遐笑着摇摆呢。伫即种状况之下，你讲要和解要共生台湾人毋好戆啦。那我来讲，我是绝对无可能跟和解共生的啦。你要和解要共生，你上无你加害者，你这个杀人凶手，你嘛要跪落回息咧。完全拢无，你要甲台湾人和解要共生，则较歹咧台湾人毋好戆，毋好伤戆啦，毋好伤故意共款北京话到目前为止，咱嘛无应该甲伊认出做老爸，迄就是中国话，毋是台湾话。真侪即摆台湾人袂情袂动要认同中国话，诚做新的台湾人的母语，这是颜面啊，颜面啊人都还未认同台湾，因遮人都无完全认同台湾，因还阁伫遐。你看中国国民党，因党主席阁伫遐带头，伫遐甲中国共产党伫遐李克强伫遐抱因的 LP， 咱为啥要甲因接受中国话，诚做新的台湾话？因若无真心认罪，免想要和解共生啦这嘛是我这首诗内底要表达的一寡意涵这互大家做参考啦这是这个有关咱228台语歌诗文化节今年3月初7要踮台南黄德忠纪念公园遮办理欢迎大家会当来参与啦过来甲这个同款刷来一个活动，就是311台湾教师节311台湾教师节这呢，咱是要纪念228的受害者就是林茂生教授311这嘛是咱台湾罗马协会、台文笔会法基台语基金会等等呢这本土社团共同这几年要来催杀的一个活动这呢，
甲3月11吼定做台湾教师节。这上早呢，咱伫台湾罗马协会几若当前呢我有提案嘛有正式通过，咱列入咱台湾罗马协会的章程。毋若安尼包含咱法基台语基金会3当前成立的时阵，咱嘛列入这个成立的章程内底，就是咱该列做要推动的目标之一3月11定做台湾教师节这呢，咱为4当前呢，咱就拢办这个311台湾教师节电子贺卡的设计比赛咱要来纪念这个林茂生教授啦当然咱这个电子贺卡设计比赛呢伊的这个参赛伊参赛，因为咱要扩大无共语言、无共族群、无共国籍拢会当参与所以呢，无限国籍嘛，无限语言。你要用英语、越南话、日本话、台语、华语、客语，啥物种语言拢会使只要你看是要纪念林茂生的，直接纪念伊的设计的这个主要的这个设计理念是咧纪念伊嘛会使，或者是你是要针对311台湾教师节要感谢台湾的这个老师，一般老师要对因表示感谢，安尼来设计嘛拢会使，咱是真快因为咱要互较济人呢会当透过办这个活动来认捌到这个林茂生啦所以呢，咱每一年的这个比赛得顶的这个作品呢，咱嘛拢有伫这个专门的网站内底咱会当譬如讲咱来看卖像这个今年的咱今年的这个这种的作品咱看卖咱今年呢有选出前3名，还有优选优选有8个咱看卖这是今年的这个这种的前3名的作品这是第1名这第2名，过来这是第3名有无共的风格因为咱这几年来呢，投稿人愈来愈多伊的年龄层有足有趣的，小学生嘛有，中学的、高中、大学社会甚至老年的嘛拢有，少年甲老拢有啦所以是愈来愈多人参与像这呢这是像这呢像这嘛有囡仔中学的、小学的这个学生囡仔嘛有投愈来愈多人有认同着这个林茂生的这个伊对台湾教育的贡献这像这是咱这呢了呢得奖的，咱拢会改做成这个光批明信片像这是去年第1名这是去年第1名所设计尾咱就甲做成这个光批明信片互大家当去寄咱光批有2种一种是纸本的实体光批另外一种就是电子档咱就是要望讲透过即摆网络宣传真侪人拢会透过网络去传一寡比如问好啦、熬早啦这个相片这个图片啦所以呢，咱这嘛共款望透过这呢爱当互人伫311要来进前呢得当去宣传得当去寄所以呢咱线顶的邮寄呢嘛共款的，欢迎各位咱这前几年呢得顶的这个作品呢，咱拢有铺伫这个网站顶头咱拢会当去掠掠了呢会当这个电子档像这嘛是像这咱看卖这是2当前的拢会当去甲掠落来这是2当前的第1名这是真正的第1名当掠来电子档掠来，咱得当教师节要到时，得当寄互家己老师像伫赖群组FB 顶头呢会当斗做宣传这个是安怎咱要纪念林茂生呢这咱嘛是小说明一下当然目前呢伫中华民国统治下，这个教师节是9月28
各位，咱迄间，恁有去甲注意无？中华人民共和国伫阿强啊迄边吼，因敢有甲9月28定做定做中国教师节，嘛无呢？中国因嘛无甲孔子的生日定做教师节呢。所以，甲孔子的生日定做教师节，这是中国国民党家己定的啊。啊，若要过，因家己去过就好啊咧。是安怎逼咱台湾人去过？啊，孔子甲咱台湾有啥物关系？其实就无地带啊。颠倒呢，甲咱台湾教育上有关系、上贡献的，佫是228的受害者，就是林茂生教授啦。伊一生呢，拢是为着咱台湾。诶，即个教育遮呢，我甲列做8项世界第一的记录啊，咱小看一下8项。对8项呢，第一项呢，伊是第一位咱台湾人呢，去日本东京大学读大学第一个，佫真正毕业的哦，毋是无毕业，伊毕业证书拢佫留掉的哦，嘛是第一个呢。咱台湾人去美国留学摕到教育特学博士的，文科的啦，教育特学伊主要伊是伫哥伦比亚大学读即个教育学系啦，伊第一个台湾人摕到文科的教育特学的博士的学位的，过来呢，伊嘛是第一个台湾人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去迄个杜威教授指导，杜威这真有名，咱在座若读即个师培，若做老师的，你读师培读到教科书内底讲到迄个杜威教授，就是即个啦，伊就是林茂生的老师啦，伊就是林茂生的老师过来呢，伊呢甲即个欧胜呢，中国迄个欧胜呢，是做伙拢是杜威指导的，因等于学长学弟啦，两个人学长学弟的关系但是呢，欧胜较早去，较慢转来咱林茂生呢，伫遐呢，各位，林茂生读博士读几档，恁知无？欧胜嘛是伫遐读博士，共一间校，共一个指导老师，结果欧胜读10档啊，咱林茂生读1档尔啦，你看差10倍啦，林茂生伊的博士论文是搁留来伊的博士论文原稿即摆留伫咱成功大学的博物馆，你会当去甲查，而且呢，伊有正式出版，英文版嘛出版，中文版后来呢，差20几档前，伊的查某囝林英梅嘛有甲伊翻译做中文版出版，咱台文版连伊嘛要出版，咱林准玉长老呢嘛有甲伊翻做台语版，拢会当检验一下啦，绝对无人即摆讲的啥物抄袭，伫遐抄来抄去迄个问题啦，因为伊就第一个啦，第一个美国做台湾的教育研究的人啊，哪有人甲伊共款是绝对别人甲抄的尔啦，伊无可能去抄别人去啦，所以你也看，安尼咱有厉害无？林茂生比欧胜加偌厉害呢？结果呢，中国国民党拢去遐扑欧胜。讲这推动中国白文运动的第一个人啊，所以呢，国民党互欧胜做甲中央研究院院长，算学术界上悬的啦，做北京大学的校长，死了呢，佫有欧胜公园、欧胜纪念馆咧甲纪念。论真讲啦，论学术咱林茂生比欧胜强10倍啦。论白话文运动林茂生嘛比欧胜早9档，恁敢毋知？欧胜较早，伊上早开始写白话文是1917年开始写白话文，但是咱林茂生伫1908年，伊伫日本留学的时阵，伊就开始用台语白话字来咧写文章。伊有写一篇散文，叫做《日本消息》，伊也寄转来台湾的报纸发表。早9档呢，咱比欧胜早9档呢。无论学术也好，无论语文运动也好，拢比欧胜较优秀。结果呢，
结果呢，去互国民党怨妒，单利用28了呢，来杀死。你看这个政党，看有喊过啊无合，伊还阁会当存在伫台湾，真正是台湾人无目睭啦，吼。啊，这是这个柯石甲林茂生的比较啊。啊，过来，林茂生嘛是咱清代第一个台湾籍的教授吼。伊呢，咱清代吼是1931年成立，啊，拄成立的时阵，拢是日本人、日本老师啦。第一个台湾人的老师就是林茂生，啊，毋若安尼哦，林茂生伊迄当时咱清代拄成立了的时阵嘛，成立图书馆，迄当时叫做图书社，就是即摆图书馆。啊，图书社的主任就等于即摆馆长啦，吼，是谁呢？就是林茂生。人日本人对林茂生嘛心服口服呢，嘛感觉讲伊是学问上百，捌上侪外文的，所以是聘请伊做清代图书馆的馆长呢，无甲白天呢。毋若安尼呢？你毋知？伫日本时代啊，咱拄则讲吼，林茂生伊去即个美国读册，去哥伦比亚大学进修硕士甲博士，伊的奖学金呢，头一年的奖学金送出来呢，是台湾总督府出的呢。啊，为啥台湾总督府要出迄个奖学金互伊？因为迄当时林茂生伊嘛是一个爱国的主义者。嘛是爱台湾的主义者，伊迄当时嘛是定定会批判即个日本的台湾总督府啦，吼，讲吼因拢歧视咱台湾人，偏偏一个工课呢是安怎台湾人薪水较低，日本人薪水较悬，定定伫批评台湾总督府，所以台湾总督府就讲安尼啦，无吼拜托诶，我一笔奖学金互你吼，你去美国读册进修啦，吼，你若无伫台湾呢，就袂。伫遐甲批评啊啦，偏偏市民政府人日本是遮有君主呢，无甲掠去台呢，人是摕奖学金拜托讲你美国读册进修吼，较莫伫遐摇把叉，莫甲批评啊。结果国民党是安怎？食刀仔肉呢？送林茂生食刀仔肉呢？甲杀死呢？你看，偏偏市民政权看倒一个较夭寿就好。所以呢，这个林茂生呢，伊伫咱清代教册教10几档，做过图书馆馆长，做过嘛做10几档，伫清代，伊负责教英文甲德文，但是伊嘛无放弃台语文呢。伊伫报纸当非常教育部嘛有专栏，台语文的专栏，用台语白话字伫遐写，鼓吹台湾人来用台语。伊嘛做台语甲英语的比较研究等等过来，伊的博士论文都是写台湾的教育，一世人嘛是拢做老师做教育你也看，这种人是毋是值得咱台湾人甲敬佩？是毋是值得正做咱台湾老师的模范呢？孔子甲咱有啥物关系？无怪人咧讲孔子了孔仔囝。孔仔囝甲咱有啥物关系？对无？所以咱台湾教师节毋得用311林茂生受害去国民党派人掠去迄一天，等于伊的做期迄一天来正做台湾教师节，安尼较有特色，嘛较有咱意义啦。咱爱感谢即种的人为台湾发声来牺牲去的人，所以这嘛是咱这个。办这个311台湾教师节的由来像这是咱进前呢2023年第一届的这个台湾教师节贺凯设计比赛得奖的人你看有大人嘛有囡仔呢大人囡仔拢有这是第一届咱连续已经办4届这嘛是过来像这呢这咱迄当时。这呢，我调工呢，我的课程啦，我来学生演迄个行动剧啊，调工伫这个
城大图书馆的面前遐演这个行动剧啊这各位因咱时间有限，各位若趣味，咱会当才上咱这个专门的网页来遮来看来看这相关的资讯好，这是有关311台湾教师节的由来好，再来，咱搁要讲另外一个受害者228的受害者这个王玉林私人检察官这嘛是咱即摆咧推动咱法基台语基金会的章程嘛正式甲314台湾私人节日咱要推动的活动咱就要推动2个节日，一个是311纪念林茂生的台湾教师节，一个是314纪念王玉林私人检察官的这个台湾私人节这咱法基台语基金会拢甲正式列入章程内底咱台文笔会嘛同款，台文笔会几若当前咱嘛修改章程，我甲314台湾私人节这个呢列入咱的章程内底这个呢咱来看卖台湾私人节呢，这你若去甲查查这个教育部的这个中编国语书典中华民国的教育部啦有一个这网络就有中编的这个国语书典的修订本内底啦你来看，伊内底嘛讲了私人节呢，中华民国伊嘛有定因的私人节呢，可能无遐侪人知影，但有的人知，有的人毋知啦。中华民国应甲端午节定做这个私人节呢这就是爱国诗人屈原伊的由来啦。这个故事我相信，伫咱细汉，包括我伫细汉时读册，校嘛拢会教着讲啥爱国诗人屈原啦。其实认真讲呢，屈原伊是爱楚国的呢，伊是反对秦国的呢，伊是独派的呢，伊是反对统一的呢，反对迄个大一统的中国的呢。结果呢，讲互国民党甲扭曲变做是爱中国的诗人屈原这嘛足好笑这嘛是凸显讲国民党呢嘛拢无咧读册，无咧做研究就看一个影就生一个囝就黑白斗，你知道不管安怎认真讲呢，楚国人屈原呢甲咱嘛无啥物地带啦。这个故事是啥呢？你来看教育部伊的书典家己讲的伊讲民国28年，就是1939年，中庆文艺界抗敌协会，即我国民党的伊的外围组织啦中庆文艺界抗敌协会议定决议，甲每年端午节屈原过身迄一天呢，甲定做诗人节，通纪念爱国诗人屈原。为什么迄当时因要甲即个屈原呢，甲定做爱国诗人？因为咱知影，1939年是啥？拄中国伫遐抗日嘛，日本要拍中国嘛，两边咧相战，所以当时中国人因为着要提升中国人的民族意识，通起来抗日要增加因爱国意识，所以因着编作一个故事，现代神话、政治神话啦，所以就甲迄古早楚国的屈原呢，讲伊是为着爱国开死的啦甲定做诗人节。你若讲咱食肉粽呢，拢是咧行遐鱼呢去捅即个屈原的身躯你若才开始做即个肉粽。即种讲法拢是足无逻辑的，黑白斗啦，拢无逻辑黑白斗的啦这你若讲是古早时代因为即种行为 OK 啦，因为古早人就较无知识较无即个现代知识嘛因咧行为黑白斗到现代毋还阁黑白斗。你无像讲咱拄则讲的，譬如讲228食鱼嘛，这是真实的故事呢，毋是黑白编的呢，是正讲真正即个故事呢还是讲林茂生这
真做台湾教师，这嘛真实的故事呢，咱拢无甲掺盐味素，拢是正讲真实的呢。包括咱即摆要讲的台湾诗人节，王玉林，这嘛是正讲真实的故事呢，毋是假的呢。但是中国人拢惯势造假，到即嘛是拢惯势咧造假。所以你也看中华民国伊甲端午节，甲定做诗人节，讲要表扬即爱国诗人屈原啦。请问中华人民共和国阿强啦，因敢有即个诗人节无呢？因无呢？所以迄拢是中华民国的中国国民党因家己专黑白斗的尔呢。咱他着对伫遐过迄所以呢，即个中华民国因咧看，伫第二次世界大战来了呢，因流亡来到台湾，所以呢，因为着要甲即个诗人节即个概念呢，甲套伫咱台湾人的身躯顶呢。后来恁搁去甲查，这嘛是文献拢有记载。迄当时的监察院的院长吴友仁，考试院的院长贾景德，因拄仔做诗坛的领袖啦，所以因伫1951年，伊就组一个台湾诗坛啦，要抢迄个解说权啦。你看，食一个名讲台湾诗坛，结果拢是中国人啊，要抢迄个解说权啦。就亲像最近，有一寡迄个导演啦，因遐根本就中国拍的，甚至怀疑伊红的兼蓝的，遐中国拍，讲也要来拍即个林义雄，伊的即个因的家族，迄种台视的灭门的血案，迄就是要抢解说权嘛。所以当时嘛是1951年，因做台湾诗坛，按发行台湾诗坛月刊，搁伫诗人节迄一天呢，伫台北市的中山堂，按甲号名叫光复厅呢，举行全国诗人大会啦。后来呢，因就透过因的大中国的即个文化思想的教育呢，硬甲灌输迄个学校教育内底，所以这是因硬灌输出来啊。所以台湾诗人节太是甲酷人啥关系？迄完全是中国国民党家己定的，因家己去过就好啊。咱台湾人毋免过这，所以咱台湾要过啥？咱就是爱过即个314台湾的诗人节。咱314台湾诗人节是要纪念啥呢？就是要纪念王玉林诗人检察官。过去真侪人若讲到王玉林呢，拢甲讲伊个检察官，伫即个228大屠杀内底呢，都要牺牲去其实伊不只是检察官啦，伊嘛是一个诗人，伊嘛爱写诗呢，爱对台湾也嘛有研究呢。伊的小弟就是真有名的台语文的推动者王玉德教授啦。即个王玉林呢，伊会使讲伫日本时代算第一个啦，伫日本时代做检察官的啦。咱知迄当时日本统治的时阵，伊无希望台湾人做检察官，伊无希望台湾人呢，有迄个权会当去起诉，起诉惊台湾人去报复，会起诉日本人啊。所以伊拢甲鼓励咱台湾人去做啥？去读农的啦，无就读医的啦，这较无政治的色彩。所以你要做农、做医的拢无要紧，但是你若要读法律、要做检察官、要读政治就袂使，伊就无鼓励啦。但迄当时王玉林真优秀，伫日本时代真正考调检察官哦，拄考调是本来日本政府袂愿甲分发，无爱互伊做检察官。尾也是伊的老师真有良心，真有正义感。伊替王玉林去甲日本政府斗，讲人就照
考试就考掉啊，你着爱照品照行，爱分发啦。啊，你毋是讲台湾嘛是日本的，啊，既然台湾人嘛是日本人，啊嘛有享有即个相关的权利啊，人既然经过检察官考试考掉，你毋得爱互去做，所以尾啊，人日本政府偏啊懵的，嘛是该派去即个京都做检察官咧。人日本无该离开台呢，人日本是君主呢，该离开。伊虽然是统治者、殖民者，毋过人是君主呢。干那即个小人、即个变成啊集团、中国国民党，拢串做拢用种杀人的代志来拗步。个人伫日本时代，王耀林活好好，佮真正做检察官是台湾人第一个伫日本统治下做检察官的呢，佮伫京都呢，即大都市做检察官呢。啊，战后人本来伊会当留喺日本享受好好啊过日子就好啊，但是人选择倒来台湾，伊感觉台湾需要人才，伊倒来台湾了，伫新竹，新竹市做检察官。啊，当时因为中国国民党的新竹市长郭晓忠呢，贪污食钱、歪哥食钱啊，王耀林特别甲起诉，结果呢，迄得知着即个军方出身的即个郭晓忠，结果呢，真正中国啊安怎？建设党上去啦，所以他利用机会，3月14日派便衣去甲王耀林掠走的，为因厝啊掠去，共款呢，从此就无转来，当然就迄个刣死啊呢。啊，到即安怎刣安怎尸体等下对，嘛拢无讲啊，拢无公布，嘛无为着即件代志来公开会识的过，这是中国国民党的本质啊，所以你也看，王耀林过身才28岁尔呢，才28岁伊的迄当时生2个囡仔，第2个囡仔才拄满月无偌久，因某还佫甲抱咧，还佫食年的呢，结果就安尼28岁就迄个国民党刣死即个来咱即摆呢来念一下王耀林的诗啦，来证明讲伊确实是诗人、检察官详细有关王耀林的介绍呢，各位会当参考伊的后生王克雄博士有出一本册，叫做《期待明仔载的人》内底有详细介绍。咱即摆呢我只有2首啦，咱念1首就好啊，时间有限啦有即个。咱念这首诗，伊生前过身进前所写的。写这首诗呢，敢若嘛拄啊好伊知影有切着有感着伊伫要互刣啊，所以是一首3时的诗啦。这首诗呢叫做伊原文是日文写的啦我甲翻做台语叫做青春无3时啊，青春无3时咱再来念这个。台语版的啦青春无3时，找找无边界的真理，伫复杂的思路来回的少年家，烧酒落喉遐尼可惜，杯底毋通饲金鱼，找一搭闪烁的neon通我靠。绝对袂当失去我男子汉的志气，来无张弛，去无3时，这就是人生。想到这，你的目屎嘛淋落来。青春无3时，我的目屎甘目甜。这是拄啊好伊生前所留的一首短短的诗，描写着一生。这首诗就敢袂输你甲咱3时共款伊迄个国民党刣死，袂赴甲咱3时，但是上无至少伊佫有写这首诗落来这是青春无3时内容是啥呢？就是霓虹灯啦内容就是霓虹灯这是即个王耀林28岁就过身去所以呢，咱为着要纪念伊。
咱笔会第一个，咱团体内的第一个吼，修改中定，甲3月14定做台湾诗人节，啊要推动，所以咱台湾笔会是第一个团体，后来咱发起台语基金会嘛，甲列做中定内底，3月14台湾的诗人节，咱共款，咱要推动这个314台湾诗人节，咱嘛几世当前，咱就办这个王玉林诗人检察官的台语诗的征文比赛，就写诗的比赛，咱今年嘛共款有咱今年呢，这个嘛已经评选出来这个咱已经公告咱来看一下，咱预定呢，这是3月14，咱会预定3月14的时阵呢，在台湾诗人节当天会来颁奖啦咱今年呢有前3名恭喜这前3名，还有优选3位，拢总6位恭喜这6位得奖的人呢得到这届第4届的这个征文的台语诗的比赛咱这个台语诗比赛呢，咱也限定爱28岁以下的少年家才会当参加。为什么是定28岁呢？拄好就是这个王玉林去用台时的年纪啦，28岁所以咱这个征文咱这个特色就是讲爱28岁以下的才会当参加。咱已经办这4档来这个效果嘛真好真侪鼓励真侪这个大学生、小学，甚至这中学生嘛有中学嘛有因来投稿这嘛是一个真好正经的工会所以这是咱这个台语诗的征文比赛咱预定今年呢3月14台湾诗人节的颁奖咱今年3月14台湾诗人节呢要伫对办理呢咱一天的活动咱有分早起甲下晡。早起呢10点，伫咱成大台文系台文讲堂伫成大台文系台文讲堂伫遮办理咱早起呢，咱除了颁发这个王玉林台语诗的比赛得奖的这个颁奖之外，咱佫嘛会颁发发基赏和陈明仁诗人咱发基台语基金会嘛是每年拢会选出1名这个对台语文有贡献的人，颁发这个发基赏给因今年第3届呢，得主就是咱陈明仁诗人，伊嘛是现处是咱台文笔会的这个会长我看伊嘛有伫线顶咱等下我请阿仁来讲几句话啦咱这个发基赏呢是咱的目标，就是要互伊争做咱台文界的一个诺贝尔奖诺贝尔的奖咱目前呢得到发基赏的，咱有奖金10万块的台票当然咱未来若是有募款募得较济，还是讲我赚大钱的时阵呢，咱这奖项呢，咱佫甲豆豆啊增加啦咱就是要变做这个台文界的诺贝尔奖这是早起呢3月14早起伫成大，咱会颁发王玉林台语诗的这个得奖的人会颁奖，佫有咱发基赏要颁予陈明仁下晡呢，咱有一个台湾的交流，台湾甲越南的作家的交流咱这届呢嘛共款有邀请正10位的越南的作家专工为越南来咱去年咱这几档逐档拢有邀请越南的作家来越南这作家嘛是拢是国家级的呢因拢是差不多拢是得过国家文艺奖也是最有名这作家来甲咱做交流咱透过台湾的交流，台湾甲国际的交流呢希望甲这台湾诗人节的这个名气呢会变愈来愈大，愈来愈请呀这是咱的目的所以3月14下晡2点28分会伫这个台湾文学馆这个台湾文学馆呢伫小东路遮拄伫成大附近啦台湾文学馆呢，这我嘛小介绍一下
我来介绍，我简单介绍一下台湾文学馆哈。咱台湾文学馆呢是旧年3月14正式成立，伫台湾诗人节迄一天呢正式成立哈。目前台湾文学馆呢是由法基台湾基金会甲咱即个台湾文化协会共同来经营运作即个台湾文学馆这是咱旧年3月14开幕的情形咱台湾文学馆这台湾文学馆呢就是我真正住的所在啦我20几当前呢拄来升台驾册伫遮买一栋即个透天厝迄当时厝还阁真俗，无像即摆遐贵啦我著办贷款20档著最近拄好贷款拢纳了尾我就想讲咱一直咧要求政府讲爱有台语文化园区，还是讲台语文学馆譬如讲咱嘛伫台南嘛，诉求讲敢会当有台语文学馆但是咱拢努述啦咱客家有足侪客家文物馆，有足侪补助，原住民嘛共款，原住民文化园区足侪经费嘛足侪用袂完，结果咱台语诶拢努述，拢得爱开家己下，所以呢尾呢。我著甲即间厝呢捐出来做公益由即摆由法基基金会来即个运作啦咱伫遮咱叫做台湾文学馆，就是咱遮干若要办台语的，或者是甲越南有关系，叫做台湾文学馆咱遮嘛除了办这个活动之外呢，咱嘛有收藏真侪即个册啦这是真正咱有办即个单雷的活动咱若嘛有收藏真侪册目前呢，咱遮呢有差不多3万本左右甲台语有关系，或者是台湾研究有关系的册过来越南的册嘛差1万本那越南这应该是目前啦咱全台湾收藏上侪越南册，这拢是将近30档来呢。我为越南呢去做调查，去做研究了呢。豆派转来的这册差不多1万本拢原接的越南语的，越南甲越南有关系差不多1万本所以呢，咱遮有册的收藏过来咱遮呢2楼嘛有一个客厅，咱会当办活动差人钱30-40个嘛无问题啦30-40个无问题小型的即个座谈啦、演讲会这嘛欢迎咱线顶。咱若是台语界的人，拢真欢迎。若中国派就毋免啦中国派因太济所在通好去迄咱就毋免来就台语的啦、越南语的拢真欢迎。会当来遮办活动。咱拄先线嘛宣传迄个3月呢3月初7早起呢3月初7早起10点呢即个咱李秀作家嘛是咱台湾笔会。即个会员李秀呢最近有一本新册要发表3月初7早起10点嘛欢迎各位来即个台湾文学馆遮参观来听伊的即个新册发表这是台湾文学馆所以咱就是314呢台湾诗人节咱今年会继续甲办落去啦当然咱就是爱定金啦，咱即摆做这就是超紧的运动定金的工课大家毋通想讲办这有效无？有可能有效未来有一天机会摕到有可能即个台湾诗人节还是台湾教师节，就变做台湾国的固定的假日、固定的一个节日，这是有可能的你像讲呢，咱即摆。咱若较关心台语文的，咱知影每年的2月21是世界母语日2月21嘛念呢到世界母语日这是联合国定的联合国是安怎来定2月21称做世界母语日？迄嘛是缘故的啦迄嘛是缘故的啦迄是较早呢即个伫即个印度边遐一个。孟加拉小国家啦因较早迄个巴基斯坦互统治啦，尾后来有独立出来因互统治的时阵呢，因的语言
邦加地区语嘛是用欺负啊，吼、所以因伫足早以前呢，嘛是用真侪遐主张母语的人起来抗争，结果呢，就有人去即个迄当时的时民政权，甲因拍死，所以因抗争是拄伫2月21啊，所以后来呢，因邦加地区呢，因就甲2月21定做即个母语日，后来即个故事呢，拄个传去到联合国，尾啊联合国拄用即个故事甲定做全世界母语日啊，由来是安尼啦。所以咱台湾嘛是有可能哦，咱即摆台湾是变世界媒体焦点呢。你啊看最近川普佮送咱大礼，咱的关税变真低，过来佮通过即个真侪相关对咱真有利的法案这种对咱的保障呢，一方面甲咱的国防安全的保障，一方面嘛是要咱趁大钱呢，所以即个台湾的教师节、台湾的诗人节，未来咱若好好来推动，若变做台湾国的台湾教师节、台湾诗人节，嘛有可能未来变做国际上的教师节呢，或者是变做国际上的诗人节，这拢是有可能的所以呢，咱对家己要有信心咱要对家己有信心好，以上呢，这是咱即几个活动这拄拢甲28有相关啦为28台语歌诗文化节过来311台湾教师节个314的台湾诗人节以上呢，我就针对这个由来甲伊故事呢分享给大家接下来呢，咱就开放大家来 Q&A， 还是讲大家有啥物想法，有啥物意见，大家当利用这个时间来做交流来，咱即摆有人要先看迄个阿仁敢有一只阿仁敢有要甲咱先讲一下话一个。好，这个演讲是咱来义工都说大家共同有的啦。要感谢爱感谢郑良公先生啦。郑良公先生是1992年我去访问的时，从变做甲执政了，变台湾的台湾通讯联络处，开始阮是台湾做在我的关系拢做这个台湾通讯联谊会啦，就是拢大家来读台湾通讯，目前是要招一寡同志啦，若无同志做袂起来啦，了后开始有一个困难啦，有一个困难，迄时呢是我物件，个内容跟互我一个是我是整个台湾嘛，就是用因遐个的 TW3 公司，我就写作，了后就即过拢设这个台湾通讯统战联谊会，除啊迄个时代的人拢来参与台语运动啦，所以台语运动到今仔日毋难咧，个有各种即个。包括开发各种电脑软体像较早是迄个洛杉矶苏志明啦，过来台湾各种人一直咧开发电脑的台语文的发展有真侪朋友叫今仔日的这个台语文个台文笔会安尼所以这个奖是应该是所有这个台语文工作者拢应该有的眼光啦感谢我去经过帮我是我讲这就好。好，真多谢阿仁确实咱即个陈龙光先生早期甲伊的即个阿兄陈良伟教授呢对着咱战后就改严了呢即台语文运动有非常大的贡献啦所以咱发起台语基金会呢咱设定即个发起奖嘛是咱即发起奖伊设定要颁奖的对象咱有一个条件，就是讲从事台语文有30档，或者是年纪有65岁以上就是较资深的啦这部分咱是针对较资深的咱就是爱肯定过去这人的牺牲奉献拍拼咱才会当有今仔日小小的一寡成果
讲到这个嘛，有当时也真感慨啊吼。咱即几年嘛有加真济真济人投入台语文吼，这拢好现象吼。不过呢，投入这内底呢，嘛是有少数的人吼，拢敢若袂是讲为伊开始吼，才开始有做参会做啥物会吼。我感觉这是有较含小看啦吼，拢无去了解到咱过去的人，咱个做偌济物件，较袂着拢讲是为家己开始，我感觉这是较无好的现象啦当然这是少数的人啦当然有啥物人咱大家应该伫 FB 内底拢加减咱看着，我感觉这是较可惜啦过去的人，真侪人有拍拼，咱应该共肯定，毋好较袂着大头病，敢若袂输拢是为家己开始的咱台语文要有救，要会当出头天，就爱足侪人参与，毋是干若讲一个人参与，一个人就会当甲救起来，无可能一定是爱逐个团体做来做，才有望啦好来，安尼过来，毋知线顶的朋友有人要讲几句话无？迄个阿秋来，请。蒋教授好，大家好。我是捌讲迄个林木生迄个教授的代志，互阮朋友听。我发现吼，我甲我摕迄乌色甲伊比嘛，毋过我念乌色，毋过因拢会，就是因会听无啦。我会发现讲，安尼我后摆我就甲伊当做迄乌色，伊自头就是外国人啊，我就用伊迄个中国音啊，我就念迄胡适。个敢若川普，我就是直接用伊迄个，甲伊当，反正伊就是自头就是外国人嘛，我就是用伊因缘因的音，因迄个音来甲念，安尼吼，敢若阮朋友可能安尼听落较清楚，较袂查无安尼，我是我是当然我嘛做认同，遮个人拄仔讲即三个，就是真无彩，就是。王玉林博士啊，伊的遐诗作啊，敢若因牵手行去行发现伊遐诗作，伊写物件，所以我会记得敢若是伊就是因为佫少年嘛，所以因某佫真少年嘛，毋知影讲要甲唱就甲烧掉嘿这个真无彩安尼，多谢。好，真多谢阿秋阿秋嘛是一个行动者这几年嘛积极台语写作出钱出力真多谢来再来，咱在座敢有人要发言？我看到咱咱线顶迄个陈金泉长老金泉兄敢有要讲几句话？到伫遮？有，我伫咧听嘿，有。好，咱请咱迄个陈金泉长老伊伫双连教会嘛是咱台湾罗马尼协会诶台北诶分会长爱伫双连教会遮逐礼拜六嘛有即个办即个台语班办了嘛真成功，人拢真济咱金泉长老呢嘛得到咱詹文生诶即个台语新团赏前几年嘛得到詹文生诶台语新团赏嘛是长期以来拢重视台语文啦咱请金泉兄甲咱讲几句话大家平安真欢喜，一直有机会参与伫咱的即个台语的即个工作推广的即个工会中间我重视即个工会，其实是对我以前也毋是咧做台语老师的时我家己有真深的迄个感触对教学、教数学时，看到遐学生来拢讲华语我足刺激的足刺激对迄个时阵就开始，所以我是真早，就伫教育部第一摆第一次的迄个考试，我就去有机会来参与即个即个教学的工会一路行来事实有真侪感触啦家己感觉真侪感触，因为有看到真侪做伙咧做的人嘛。有诶就离开有诶就迄个拢从了毋知影，我
无就通用迄种迄个安尼来讲伊呢。那个深讲就比做会去批评，可能较无意思吼。啊，我是感觉讲，我是一直感觉讲，就点点我来做吼。啊，会当做的范围，咱就尽量来。伫咱会当做的范围，咱就尽量出来做。啊，加在我真欢喜双林教会啊有这个意识哈，对台语的推广啊，一直拢真用心哈，啊嘛。推我出来做一个一个敢若啊，在带这一个啊，我感觉伫这几十年内底啊，阮的台语班伊个时阵伊来安尼啊，在做时我感觉有相当的看到这个我本身有感觉是我效果，当然应该会搁较好啦，就是讲啊，有努力的空间爱拼啊，真感谢就是咱这个语文台语文这重视这，特别是迄个语文语文教授啊，我实是足佩服伊本身。虽然人是少年但是伫这个台语我接触到这个台语文运动的活动，了是我发现伊也是我是上佩服的一个啊，就是讲伊的迄种拢总无真明确方向。啊，做代志拢真向个，真有行动啊！安尼咧做诶时，我是我学生甲讲，有影就是我伊虽然是比我较少年，但是我是上佩服伊诶。伊毋若是出钱，伊毋若是出力，佮家己含伊规拢总受着，更毋是伊尔，伊家庭、伊家族拢总安尼。做这个工作，这是我非常甘心、非常感动的一个代志。啊，我爱学习，啊，我会尽量努力打拼。啊，大家斗相共，甲这工课咱拢来做伙出力来甲做好势。感谢啊，感谢真侪成败感谢，多谢恁以上。啊，真多谢金泉兄咱即个拄则讲到即个詹文生教授的台语新传赏咱伫即个发起台语文的网站发起台语基金会咱的发起的故事内底，咱才有一个专门的网页介绍各位若有兴趣会当去看咱历年的即个得奖的得主啦这是咱今年第6届得奖有4位以往历届呢嘛拢有几啊位各位当详细来遮看者这我嘛小说明者简介一下这个奖的由来咱这嘛要感谢詹文生教授伊的家属伊有捐前也有捐200万互咱来做这个台语的这个新传赏这个詹教授呢，咱即摆看优的这个这个詹教授伊是咱成大工程系第1届毕业生，尾去美国留学嘛，因为都爱台湾，替台湾做代志，所以嘛有一段时间用来做黑名单啦做过，伊是伫咱德州大学阿灵顿阿灵顿校区的这个教授机械系教授我较早我的博士、硕士，我就是伫同一间学校德州大学阿灵顿大学伫遐读册。伫遐读册的时阵呢，詹教授对着我啦，对着咱这台湾学生拢真照顾嘛对着台湾嘛真关心伊嘛做过咱台湾同乡会会长嘛是这个台独联盟这个嘛捌做过台独联盟这个达勒斯这边的支部的召集人可惜伊都差不多10当前因为破病过身去过身了呢，伊的家属呢就一开始先捐100万互我来做这个台语文的这个基金我上来建议讲咱第一线的这伫小学、中学第一线教台语的这台语志愿人员，或者是台语老师真辛苦但是因拢无正式的名分啦。拢互歧视领的薪水嘛足少
所以我迄当时来建议讲吼，安尼咱就是先优先针对这个中小学的台语的老师、台语的支援人员呢，来甲因奖励。那表现了较好诶，做了较好诶呢，咱就甲伊奖励咱有一个奖牌，还有奖金台票2万块是安尼开始。所以咱6当前开始呢，就设即个奖最近呢，因咱100万嘛开完啦所以伊加小讲好无问题伊会搁捐100万所以顶一站嘛搁捐100万，要互咱继续来做即个台语文诶事工啦是安尼，所以詹文生诶台语新传赏是安尼来所以咱目前呢咱针对台语诶鼓励诶奖金呢咱有一个是詹文生教授诶即个台语新传赏是针对中小学第一线诶老师若是针对一世人诶终身诶贡献赏，就是咱发旗赏过来搁一个针对大学诶老师咱即摆呢嘛已经有通过一个办法，咱就要来搁设一个林茂生的台语新传赏是针对大学的遐个老师教授因若来做台语的，咱嘛会甲伊奖励。所以咱即摆目前就会无共咱就分工为中小学大学搁来规个社会搁包括咱即个地龙光教授迄个地龙光先生呢因嘛有即个台湾文化论坛诶赏嘛已经有办3届所以拢总着即4大类即个奖啦我感觉这是加做意义诶啦钱银诶无限无论啦莫讲钱济少啦干这奖牌就加做意义啦。虽然即个中华民国教育部呢，因嘛有咧办即个啥物本土语文诶啥物诶奖励就对啦毋过呢，各位应该想看卖啦，去领中华民国教育部诶啥物本土语文诶奖励奖牌，敢会看口舌？即个敢袂输讲你去接受一个杀人凶手，一个杀人诶譬如讲即个你叫林义雄去接受当初甲暗杀害死因兜诶人为伊诶手头领一个奖。讲你为台湾牺牲奉献足济，你笑破人的嘴。这教育部是杀人凶手呢，害死咱台语文的凶手呢，到今伊嘛还无完全改善呢。大家毋通袂记得，咱即摆台语文还阁是受压迫呢。虽然国家语言发展法通过，毋过伊无落实呢。你也看，咱伫中小学内底，台语文几节1节课尔呢？中国话。专门的中国话有5节，安尼其他数学、啥物话天迄个物理法嘛是拢用中文的。会使讲学生囡仔1礼拜5天，敢若独台语课1节课是台语尔，剩的拢是中国话呢。升学升大学，台湾话嘛无路用呢，敢若看中文的成绩尔呢。所以目前中华民国即个升学的体制，还阁是歧视咱台湾人。咱去领中华民国教育部的啥物本土语文的奖，迄是无适当的啦。所以我嘛伫遮呼吁咱尽量推荐小界来申请咱詹文生的赏、发旗赏，还是讲即个未来咱即个林茂生的台语新传赏这加较有意义啦，加较有意义教育部迄毋免插伊啦，迄毋免插伊啦。迄领凶手、杀人凶手的奖是袂见效啦，真正是袂见效好我就补充到遮来，接下来呢，来咱线顶敢有其他的朋友要来甲咱发言，还是问问题有无？梁光兄，你敢要讲几句话？有无？来，咱线顶的朋友有无？我来补充迄个林茂生的代志啦，我想咱会当对林茂生遐学足济啦，我会记伊伫教会公布1933年，我若无记毋对，有连续刊一系列的文章叫做《新台湾话陈列馆》。我想迄当时的情形和咱即嘛足类似啦，迄当时日本时代
啊，毋过逐个开始要写罗马字咧，写白话字，但是咱诶即个话吼，到底是若讲要做写语吼，要做书面语吼，要安怎写吼？伊是去论着讲吼，其实即马作者是迄阵咧吸收知识是按即个日语来吼，所以咱吸来就是讲爱包括一寡日本话吼，佮伊嘛汉莪爱底啦吼，因老爸迄个林彦臣吼，伊嘛教汉莪啊吼，所以讲南一寡汉莪咱诶台湾诶即个话吼，嘛有必要吼，佮一部分就是讲咱平常时咧写诶口语啦吼。所以咱即马台湾嘛，不止类似啦，吼，不是足侪有迄款外来语吼，啊，所以是咱嘛是爱个吸一寡讲，虽然讲咱离即个咱咧社会和平咧使用诶吼，虽然是中华民国诶体制内面，但是咧民间发展诶即个语言，咱无必要特别去甲排斥啦吼。当然口语诶部分，咱嘛是爱甲伊迄个塑化起来啦吼。好佳在咱即马有即个 AI 吼，遮个台语吼，要写台语、读台语，应该是拢无问题啦吼。佫刷落来就是讲看安怎用即个，要来会当讲会当听，佫会晓讲安尼啦吼。我简单补充到遮，嘿。真多谢吼。我看咱迄个线顶迄个用语有伫顶头，用语是咱即届今年的即个詹文生台语新团赏得奖者吼。用语你敢有伫遮？敢要甲咱讲几句话？用语敢有伫遮？可能无听到吼。好来，咱看，来阿秋，你搁举手来，请讲。迄落拄仔伫听迄落蒋教授你伫遐讲迄落王玉像迄个，就是食鱿鱼麻迄个律师，搁迄个迄个林茂生教授，搁王玉林检察官，因即三个人拢去迄个中国国民党因害死迄个毋过吼，都是害掠去拢无找着尸体，拢毋知影因死啊活。我感觉这真恶质，像换做讲死个人，听讲有诶，你若要去领尸体，还阁摕钱迄个保管尸体诶人，像因即种拢找无诶人，我感觉有可能就是因会阁对即个中间阁甲家属收钱啊。就是讲找无就去探听，就有迄个因路机会通即个伫中间摕着因诶利益，我感觉是真夭寿。多谢。真多谢阿秋吼。所以呢，咱应该爱有一个看朴如吼，我看孙朴如嘛伫遮吼，看朴如要带头吼，应该来国民党诶党部呢，来甲讨尸体啦，来甲要求讲吼，李世元诶尸体，林茂生王玉林诶尸体伫倒位？来问迄个郑丽文一个吼，看伊要哪回答啦，安尼应该会上新闻咯，来，搁来我看迄个。来，杨乐峰吼，来，请讲嘿。喂，吴教授你好，在座各位友志你大家好，迄个我讲一下我诶最近诶感想啊，就是拄则讲到迄个林体迄案诶代志啊，因为最近迄个有迄个中国人要甲翻做电影来拍互大家看，去受到迄个社会大众诶抗议，搁迄个批评啦。变成讲，对即个迄个林体迄案诶代志，大家就去
迄个去对查讲伊的背景是安怎，结果才知影讲是迄个美丽岛白色恐怖迄个时阵。我感觉迄个中国党因其实足惊台湾人知影以早咱家己台湾的历史，还佫一寡政治的迫害的历史啊。对即个所在，佫去辱，佫去迄个追求到228的代志。反倒头转去看迄个了解台湾本身历史台湾人受到迫害的过程去对中国党因算笑我感觉这是一个真好的机会就是咱台湾人会当知影家己永过发生的代志比如讲伫个政治上，咱就会觉醒，袂就是讲对中国党迄个拿八两党对因遮尔亲近中共会反感就会觉醒，就会袂搁遐尔死忠，搁要投互因啦来伫遐立法院对咱台湾人迫害的其实这是我最近一寡感想，感觉迄个可能天公伯注定啦有即个机会，互大家翻倒头去追查以早发生的代志安尼你若讲搁转去看228的事件大家去变过往的历史，我感觉即个动作会互中国党因真惊因为因会感觉讲迄会影响到因的选票你若是搁了解228迄个过程发生的代志，大家就搁会了解讲林茂生搁王玉林迄个时任的代志大家就知影讲原来以早有台湾有遮尔厉害的高人，就会搁去崇拜中国的迄个一寡去用黑白迄个黑白斗出来的迄个假的人物伫遐咧迄个信道这是我最近感觉一寡感想，会当对即个方面切入去互社会大众加搁了解咱台湾人家己历史提升本土意识安尼。多谢。好，多谢吼。迄个孙朴如敢有伫个？敢要甲咱讲几句话？朴如。各位大家好，真欢喜今日嘛有参加一个线顶的活动。顶学期就是开始伫成大有读博士班嘛，就真感谢魏文老师的牵教安尼。拄则讲迄个要去讨死体这个活动，我感觉袂歹，咱应该会当来办这个活动。至少咱会当去迄个台南的中国国民党的党部去甲因抗议一下。我嘛常常毋知影要讲啥，真欢喜熟悉大家，多谢。好，过来，敢有其他友志有要迄个发言，还是问问题有无？我看迄个洪总委，你敢要讲几句话者？老师，各位友志，大家平安。因为我是伫外口，陪阮爸爸伫这菜市较无方便啦。多谢老师，多谢老师。好。我看咱迄个明美姐，敢是伫遮吼？敢要甲咱讲几句话？大家好。我今日较晚入来，所以歹势，头前较无听到。我是感觉讲，咱台湾即摆，就主要就是教育部的问题啦。台湾历史拢无教啦。台湾话一礼拜教一节，我就真怀疑是要学啥物物件，佫无考试，台湾人若无考试的，拢无咧重视啦。所以是感谢蒋介石，迄个魏文你拢
足骨力啊，带大家安尼向同一个方向咧行吼，安足好啦，呀，大家爱团结啊，爱想办，可能爱加减想看有啥物办法会当甲因刺激一下。啊，即届即个啉咖啡案，因安尼遐尼无尊重咱。搁想改成要甲迄历史，搁诶故事，搁改甲对因较有利，所以安尼若引起台湾人来去了解即个代志，无的确也是变做真好诶一个机会，互台湾人来认捌家己诶历史。呀，简单安尼讲者呀。好，真多谢吼。后来啊，毋知咱线顶诶朋友有志，阁有人要发言无？无咱嘛时间差不多啊啦吼。看阁有人要发言有无？吼，若无咱就搁最后吼提醒各位吼，咱迄个3月初7吼，咱3月初7呢下晡2点28。28台语歌诗文化节，好来，迄个朴如来，请讲吼。我想要请教啊，我之前有看到讲，咱迄个王奕德先生伊有迄本台湾课文的历史这本册，敢若有要翻做台文，啊，毋知即摆进度如何？好，这内行的吼，有咱迄个王奕德迄本课文的台湾呢。咱要甲翻做台语版，而且佫是全落的哦。即摆呢，初批草稿已经出来啊，吼。但即摆还佫校对，还佫时仔画一个，这是由即个咱迄个金花老师吼，甲迄个地方因有一个团队伫遐伫斗翻啦，吼。这嘛做意义的啦，吼。咱台湾人的即个台湾历史即本册才有意义，遮尔好，可惜。敢若日文版、中文版、甲英文版，煞无台语版，所以是这足遗憾吼。所以咱几若当前，咱就由即个台湾人漫协会才有规划咱有一个团队草稿已经拢翻好啊，即马剩最后还佫时仔画一个，好，来敢佫有其他意见有无？若无咱就提醒各位3月初7，伫汤德宗纪念馆，另外呢，咱即个。即个3月14，3月14呢，是即个台湾诗人节，佫台湾的文学交流伫仙台甲台湾文学馆即个活动拢真欢迎大家会当来参与啦吼。好，若无问题，安尼咱今仔日大家拍拍啊，来甲即个金教授安尼多谢一下刷落来我来。介绍后礼拜节目咱后礼拜节目应该是由即个生态教授啦、蔡美惠教授伊要来讲先较会即个离安尼教授较袂当用台湾名来咧点名安尼啦你OK 所以这是第222回大家请注意一下伊迄个咱后礼拜时间加一遍尔啦伊要提早1点钟啦伊可能是要配合伊个学生甲伊邀请的人，所以咱明仔后礼拜是拜六台湾时间10点就是讲伫美东的时间是几点？是9点啦伫美西这边是6点开始。佫刷落去迄礼拜咱就是要来纪念即个22879周年迄是由即个玉金来规划。玉金，你敢要佫有伫现场咱的主题是有，我伫遮，好无请你来说明咱即个228这边的主题你是安怎开想到这个主题？你甲大家介绍一下好无？先说讲这个时间是几点开始？你甲大家报告一下好无？
好。算了，好，梁公兄，你这边就是我看你画面倒手边有拄好有咱的迄个活动，是，来，对，会当直接放上。你倒一搭，拄只迄个画面，好，好嘞，啊，我可能爱找一下。你先讲时间啦，哈，时间先讲者，我来找者。好，无我这边嘛会使试看卖。后来我找着啊。好，多谢梁公兄。是即摆真感谢梁公兄，互我这个机会来筹备这个咱278周年的咱用这啦，就是讲，因为这算是一个咱台湾人上疼的一段历史，我家己是安尼吼，其实拄则。蒋教授咧讲，是蒋教授咧讲，就是咱咧做遮个代志，敢有意义？事实我家己台湾系出身的，伫台湾系时阵吼，真见笑无第一台语文，就是迄种蒋教授讲的，伫学院内底，毋知影甲华文写的台湾甲台湾有关系的物件，当做是台湾文学的迄款。学生学校内底教授安尼教咱就安尼学嘛，毋捌可能即个台湾意识咱即马来看就是像先前讲的欠一支骹，陈瑞生定定讲咱即马台湾的状况就是咱有经过即个民主化，毋过即个语文文化即个意识是。拢无就是敢若要行即个建国的路，就是欠一支骹安尼伫我伫台湾的读台湾的迄个过程，就是即款欠一支骹的即种状况一直到出国了后因为我家己是戒严世代我就才认捌知影讲，就是虽讲是戒严毋过若是无解释，咱。对咱建国这条路也是无远望这个认捌解释的头一个头一站代志，就是咱认捌228是啥？所摆我伫行这条路的过程上我感觉上互我上印象上深的，就是迄个时阵为着要教囡仔。嘛是为教讲台语这条路行转来的就是迄阵为着要教囡仔就找着做伙来讲台语酸甲学妈妈这个团体因互我上深的一个印象，就是因的名册就直接写19470228安尼，就是写伫因的名册顶悬大大安尼写。我迄时阵看到这就是硬气就。有一个对，因为伫我成长的过程，虽讲我是戒严世代，毋过我对228要安怎讲，要安怎听，其实咧迄个听，毋是真正行来到做台湾人这条路，是毋知影迄是迄款听是有偌听迄对咱的民族意识的启发是有偌大所摆即摆就是一直行来到遮就拄好就梁公兄互我这个机会，我感觉咱需要甲这个迄个时阵发生啥物代志，这款创伤，个咱的过程，这个转型正义的过程安怎治疗咱安怎为遮个成做一个
顶头生诶台湾人搁活，嘿，所摆就照即3个主题来找演讲者，嘿但是我想着创伤即个部分的时阵，咱历史就是一定爱去面对，嘿所摆我想着周定邦邦先伊写的即个乐琴的作品，其实伊用咱传统的艺术来讲咱的历史，嘿我内心就是想着这，嘿嘛为梁光兄知影，你遐知影讲，其实即马有即个创春兄伊有一个228的即个展览馆的想法，搁有我家己另外想着咱人拢会当做的一件代志，就是会长节北美洲这边妇女会的会长节，伊伫2024年的时阵发起一个人宾台湾毕学的宾展的即个活动，嘿，我感觉这是上简单做一个台湾人，大家拢会当做的一个纪念的仪式，嘿，我嘛就是希望讲会当邀请会长节来讲伊即个想法，吼所摆就是安尼，个就是好，就是转型正义这部分，嘿，就是咱要讲即个治疗有无？其实咱拢知影讲，即个时间有真侪代志要未完成，咱要国外的即个力量，要为即个转型正义国外的力量，拢爱对即个真正去面对即个历史，真正有人来回实的，真正独裁者，即个独裁政府，即个殖民政府，真正回实的即件代志来做。毋过，咱要安怎行到迄个所在？吼，我想民间的力量是真要紧啦，嘿，特别敢互顶头的人的即款压力，嘿，所摆就找着美国这边陈文成教授的基金会的理事长，嘿伊会当来甲咱分享，就是美国的陈文成纪念基金会甲台湾的陈文成纪念基金会对转型正义即马咧做的代志有啥物款的想法，嘿，咱嘛知影讲，即摆甲电影的即个事件，今仔日拄好有一个好消息，就是美国这边就是美国甲台湾即个相并的即个台湾文成纪念基金会甲北美这边有另外一个组织吼，就是因合作去互牵阮的手，即出电影伫今年的228迄天吼，有20天的时间会放伫 YouTube 顶悬放送，互大家看，因为历史是袂当改的，嘿，袂当互人黑白改的。嘿，对，多谢玉峰的补充。对，所摆这是一个好消息。嘿，所摆就是大家若有机会来看这出电影，就是伫看是要用无共款的法度小解互搁较侪人知影。嘿，对，我想这就是我筹备这个活动的一个想法安尼，嘿，就是对头到咱即马看到的这个活动活动目前安排的这个状况，嘿，所摆就是邀请海内外，因为我知影讲有真侪人，因为咱拄好这个时间是安排这个时间是台湾228迄天吼，即马时间小可甲大家讲一大堆，未讲时间是未报大家时间是当时，北美这边是2月27的像我北美东华这边是9点28起鼓，西华迄边是6点28起鼓，嘿，台湾迄边是228迄天，嘿，是早起的10点28起鼓，嘿，若是无法度到现场参加228纪念活动，也是讲咱拄好这个时间有法度来线顶来参加纪念活动的，嘿，就邀请大家海内外的台湾人同齐来纪念228，嘿这个时间这个活动报互大家知。好，多谢梁公兄。多谢玉金详细的介绍吼。咱看到安尼这少年这少年辈吼，伊讲是改革世代，安尼慢慢安尼有接起来，咱真正的安慰吼。好，安尼无咱今仔日的活动，咱就到遮吼。咱后礼拜
会记得咱下礼拜提早1点钟，有若是共即个网址嘛共款即个网链好，安尼大家晚安，再会。多谢大家晚安，再会。多谢。再会，大家平安，再会，平安。再会，再会。